公義與憐憫。有一個下晝，一個人揸住一張車飛要上巴士，呢張車飛唔通過巴士收票機。巴士司機檢查張車飛之後，同呢個人講：先生，你張飛唔啱呢個車程，該你再買飛。我今朝先至買咗呢張飛，我唔會再買飛。先生，你張飛係唔啱呢個車程喎，我解釋咗俾你聽噶啦。呢個人堅持唔肯買飛，司機開始唔客氣。聖經彌迦書6章8節教導我哋：世人啊，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如果你係現場，你會點樣藉住呢個機會嚟到操練用憐憫心去行公義呢？例如幫呢個人買飛，會唔會係過度憐憫，造成縱容呢？或者企埋喺司機嗰邊，一於你行公義，咁樣係唔係冇憐憫心呢？你會點做呢？